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财政供养问题，聊一聊财政供养人员，聊一聊官民比。这几天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刷了屏，各大社交媒体都在转载。这个文章就是第一财经发表的，财政供养人员呈上升态势。当然了，现在各大社交媒体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只能看到截屏。他这个文章我看了一下实际上是根据复旦大学的这个教授张军、马兴荣、刘志阔他们不久之前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叫《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第一财经的记者在复旦大学这几名研究人员、几名教授的这篇文章基础上做了一个采访、一个报道。根据这篇文章分析说中国近年来财政供养人员总体规模仍呈现上升态势，2020年已达约6846万人。该篇文章基于多份官方统计资料，估算了近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演变、内部结构以及空间分布的特征。他研究发现说得出3个结论：一、供养人员整体规模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二、离退休人员占比快速上升，编内人员规模相对稳定，编外人员显著扩张，主要集中于县区级及以下。第三，尽管人口持续呈现跨地区聚集流动趋势，供养人员配置调整却相对滞后，导致空间上的结构性错配。因此，财政供养改革应注重结构优化与区域协调，避免简单统一的政策安排。这是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段视频。你知道每100个中国人里有多少人是由财政发工资的吗？答案是接近5个人。根据复旦大学研究员张军、马兴荣、刘志阔近期发表的《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一文的最新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已达6846万人，相当于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的总和。这个数字背后藏着3个关键真相。第一，财政供养人员增长的主力根本不是公务员。研究发现，人数上涨主要来自2类群体：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离退休人员占比高达 40%， 几乎占总数一半。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加剧，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群体越来越庞大，而编外人员规模翻了一番，从2004年的215万涨到2018年的442万。比如社区网格员、劳务派遣人员，这些岗位不占编制，但工资同样来自财政，无形中增加了支出压力。第二，地区严重失衡，西部人多事少，东部人少事多。研究显示，财政供养人员的分布与人口流动完全相反。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供养率偏高，比如西部某县，常住人口仅3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却超过6000人，相当于每5个居民就有1个是吃财政饭的。而人口涌入的东部地区反而编制紧张，基层干部忙得连轴转。这种西高东低的错配导致一些地方人浮于事，另一些地方服务能力不足。第三，未来怎么办？研究者警告，不能一刀切，简单精简编制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对于人口流失地区，可以通过合并机构精简编制来减负，而东部地区可能需要动态调整编制数量，匹配公共服务需求。更关键的是，需规范编外人员管理，推动养老金制度优化。数据显示，2022年财政供养支出占全国总预算的 27%， 相当于每4元财政支出中就有1元多用于发工资和养老金。如果结构不优化，民生支出可能被挤压。财政供养规模问题本质是一道结构优化题，规模不如调结构，减压力更要提效率。这篇文章它刚开始就定义了就是什么叫财政供养人员，也就是它的口径是什么，对吧？你要离开了这个口径谈数字那就是风牛马不相及。所以说先明确
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与统计口径，那是开展估算的必要前提。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6800多万这个数字指的是什么东西。现有的文献对于财政供养人员范畴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复旦大学的这3位教授这篇文章首先对就是已有的文献中度量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定义以及其数据来源进行相应的梳理，也就是把统计口径统一，这样的话那些数字才能进行比较，否则的话你没法比较，你也看不出什么趋势。所以这个复旦大学这3位教授的文章说，中央编办政策法规司组织编写的叫机构编制工作用语释义中定义说财政供养人员在狭义上指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和编制内退休人员，当然包括离休的那这是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那广义呢，则指工资福利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范围内的人员，也就是广义上的这个财政供养人员包含狭义的这个所定义的这个人员之外，还包含什么呢？机关、事业单位临时聘用的人员，以及其他由公共财政支付工资福利的人员。文章说他说现有的文献当中较多的采用广义口径，即关注人员工资是否由财政来支付，而不区分是否有编制。这里面其实还是比较模糊也就是说我们用通俗的话说，那这个人他的工资是大头来发，还是他自己去赚，或者企业给他发，这个对吧？或者他是灵活就业人员。那我们理解成那只要是大头给他发工资的，那他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对吧？至于什么形式发的，还是什么有编制没编制，那这不重要，那就是有编制没编制，无非他就是在他们这个体系里面待遇高低嘛，稳定不稳定嘛。总之我们通俗意义上财政供养人员指的就是是不是大头给你发钱。但是这里面还是有模糊地带。什么叫模糊地带呢？那你看你比如中石化、中国移动，那个算财政供养人员吗？好，如果说你说现在的中国移动、中国石化它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它不能算财政供养人员，那你再往前推10年前、20年前，甚至对吧，政企不分的时候那他们到底算不算财政供养人员？所以说你要这个财政供养这个定义比较模糊，所以就有文献他把早期的财政供养人员还包括了国有企业职工，或者有些事业单位就是单位自收自支人员也纳入供养人员规模的考量，强调人员的工作单位是否是公共部门，而不关注收入来源是否是由财政来支付。虽然财政没有给你直接发钱，但是你比如说烟草部门，表面上看他们是靠自己上班，对吧？那个烟草有收入工资来支付，但是那个算不算财政供养呢？给了你一张牌照，给了你一个垄断资质，国家垄断的资源，对吧？你在上面自收自支，所以你看这个范围是不是就扩大了？当然了，这些都不重要他这个文章前面就关于这个口径的统一就说了很长。文章梳理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数据的主流文献，发现相关研究数据来源和口径集中为2类，一类是财政部2009年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包括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分别列示了省级和县级层面财政预算拨款开支人数。该口径强调人员经费的来源与广义口径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一致，也就是这个钱是大头出还是，对吧？你自收自支。说但是由于数据时段的限制，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分析早期情况，难以反映近10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新特征。说另一类研究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城镇就业人员作为财政供养人员的代理辩论。尽管该数据持续更新至2023年，但统计口径主要为机关单位人员，远远这个覆盖小于实际财政供养人员。
是吧？不宜在总量上反映财政供养人员整体规模和特征。那这篇文章啊，将财政供养人员区分为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两类，在职人员内部又进一步拆分为编内人员和编外人员。我们简单的说啊，那他这个文章把财政供养人员就分成三类，一个是在编的，一个是没有编制的，就是编外，一个就是已经离退休的人员。按照过去的说法，我们简单的说成叫官民比。这么一说，老百姓好像更容易接受。刚才这个专业的文章啊，絮絮叨叨说那么多，一般人也很难去理解，对吧？这是统计口径的变化，决定了数据的变化。那数据和数据之间描述的都不一样，讨论的时候经常混淆。一般的说到官民比的时候啊，总是，对吧？体现出一种情绪嘛，就是体制内冗员论，也就是我们养的人太多了，或者叫养官论，是不是养的官太多啊？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啊，老百姓啊对咱们这个行政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太多。这个官民比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过去狭义上啊，就是当官的，古代的吧，这样的。我们现在就叫吃财政饭的，然后跟这个总人口的比例，官民比。根据这篇文章所说啊，官民比已经达到了1:5，这个确实让人这触目惊心啊。5个人里面有1个需要供养的。但如果你要是按这个公务员去算的话，好像我记得我的印象中，我们的公务员也就700-800万，咱们总人口14亿啊，差不多啊是1:200的概念，那就200个人一个官儿，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实际上啊远远不是这么多数。我也看了一下历史资料啊，在西汉的时候啊，咱们的官民比好像是1:400，唐代的时候官民比好像1:3000，明代朱元璋设计的官民比也是1:3000，但是后来啊，到了万历年间就膨胀到1:400。当然了，万历年间啊，这个1:400，它的官包含师爷、衙役等等。到了清代啊，这个雍正年间啊，推行这个养廉营改革，官民比到了1:900。当然了，我们不能拿这个古代的这个官民比跟现代啊这个什么简单的对比，只能做简单的这种参考。那么这个第一财经记者啊采访这个复旦大学这几位教授啊，就这篇文章啊，他有个报道说啊，他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明确提出要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广泛关注。然而，受限于相关统计数据未公开披露，相关研究和讨论长期围绕在推测层面，缺乏基础的事实性数据支撑。说近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张军、马兴荣、刘志阔在《经济学》发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与估算与结构分析》一文，对2004年至2020年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体规模及结构特征进行了基础性的测算和分析。根据估算，若考虑所有工资福利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范围内人员，近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体规模仍呈现上升态势，2020年已经达到了6846万人，但增速已趋于平缓。上述文章作者之一的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研究中心教授刘志阔告诉第一财经，相比于关注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具体数值，其结构上的变化趋势更加具有研究价值和政策意义。财政供养人员构成中占主要比例的是在职的编制内人员，而近些年国家通过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编制管理等措施，严控编制内人员规模。从最新的估算数据来看，在职的编制内人员稳中有降。比如根据税务总局今年6月披露的《中国税务年度报告2024》，自2018年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以来，全国税务系统在职人员呈现出总量精简、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在职人员总量由2018年底的74万人下降至2024年底的65万人，降幅达到
12.13个百分点。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精简中央与国家机关的人员编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 5% 的比例进行精简，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也就是这边要减一点，那边要加一点，总量它是不会变的。这个刘志阔指出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增长其实主要源于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数量上升。这不就是叫这个清明节烧报纸糊弄先人吗？对吧？你编制内压缩，然后你编制外多招，反正总之都是花大头的钱，还是增加了官民比还是增加了老百姓负担。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人均寿命的延长，离退休人员占财政供养人员比重不断提升，到2020年增至近40%。同时2013年以后，编制外人员呈现一定增长势头，尽管总体规模不大，但到2018年其数量较2004年增长1倍。那么我们人口并没有增加1倍你这个编外人员已经增加了1倍，这个增长还叫不快是吗？从层级结构来看，中国财政供养人员2/3集中在市县及以下基层政府。第一财经说他说更为重要的是，财政供养人员在全国各地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供养率在地区间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人口流出地区供养率相对偏高，而人口流入的东部地区财政供养负担反而减轻。这个好理解因为这个官是不动的，官也不能到处跑，而且官的数量它也不少，然后那下面的人呢，那分母对吧，那全跑光了，分母往长三角、珠三角跑而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个官呢，它的数字又是不动的。你看这个就是中西部的，对吧？这个分母全部跑到东部去了，东部的分母增加，中西部的分母减少。那当然你看这个比例一比，那东部的这个供养的负担反而轻一点，老百姓多了吗？而这个西部呢，那就更重老百姓都没了，跑的就剩下官了，那官自己养自己，对吧？这个比较简单他说这也使得不同地区财政供养人员出现富裕和紧缺并存的不平衡现象。比如2021年，全国政协委员李东玉就曾以西部某县为例，称该县2019年常住人口仅有3万人，但有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官民比达到了1比5。而第一财经记者实地走访一些经济强镇，发现尽管一些镇的经济总量超过1000亿，受制于镇级编制，不少岗位人员紧缺。刘志阔表示正是由于财政供养人员在空间配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衡，一些人口大量流入的地方出现政府工作人员不足的情况。因此在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方面，不应简单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财政供养人员分配与考核应以人均指标为依据，提高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的匹配效率。与此同时，在财政供养人员退出通道相对不畅的状态下，新增人员配置不宜只着眼于短期需求，而应充分考虑更长的周期，对增配决策保持高度审慎，确保队伍可持续。他认为在当前国家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政策导向下，未来几年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预计将保持总体稳定，不会出现快速增长。而要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首先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明确和优化政府与市场职责边界，同时应当加强各项改革的协同，如考虑适当精简行政层级，合理调整优化行政区划，提高行政效能。此外，可以根据地区间实际情况差异，因地制宜简化机构设置，适当统筹精干人口小县行政事业单位，减少重叠的行政管理，减轻财政负担。当然文章他举例子说，
近些年啊，部分地区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压减财政供养人员。比如，近日湖南省财政厅网站披露的说，滨州啊叫沪警啊宁警截留法过好紧日子一文称，滨州市建立人员编制动态监测加财政支出刚性约束双规制，推进机构精简和人员压减，着力破解财政供养负担重、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难题，以经费杠杆倒逼机构精简人员优化。2023年至2025年，全市撤并机构112个，精简人员3021人，节约开支1.2亿元。2024年底，市直编外人员较2023年5月减少544人，年节支2000万元。这是第一财经啊，在这个复旦大学啊3位教授写的这个文章基础上做了一个采访。实际上啊，我们只要知道这个第一财经和这个文章啊，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核心就是讲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仍是上升态势，只不过近些年啊上升的这个速度降下来了。2020年有6800多万人由大头来养。那这个第二个啊，就从结构上，财政供养人员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编外人员和在编人员。那其中增长比较快的就是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那第三个，在空间分布上，那就是东部地区啊，财政供养压力小一点；西部地区啊，就是人口流出地区，财政供养压力更大，甚至啊，有的地方达到了1:5。这个文章啊，我记得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介绍过，就是前几天。那因为当时没有看到整个的文章，我今天把这文章看完之后，我有个感觉啊，这个文章呢，它的意义就在于，他详细的给出了他的口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算出来了目前对吧，咱们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到底是多少。我就在想啊，在这个咱们叫数字化对吧，数字经济平台化，在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情况下，统计财政供养人员居然还成了一个问题，这么复杂。为什么？就你多挣了几毛钱，税务局都知道，怎么这个人到底是国家养着的还是他自己刨食，这就那么难吗？为什么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这么复杂呢？我不是说这个3个教授啊搞得复杂，而是这个事情这么复杂，这个本身就是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吧？口罩期间对吧，那种叫什么时空伴随者，你整个的就是个透明人。那合着到统计啊，到底谁花了钱，谁需要大头来养，就变成遮遮掩掩，就不能对吧？在我的理解里面，这个玩意儿应该是能够动态实时监测，对吧？到月底就公布。所以咱们叫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啊，就能搞清楚的事情，他把搞得这么复杂，这本身就是在浪费。你想呀，你国家总有那么一些部门，咱们叫编制办或者这什么人社部对吧？他总得养一些人来统计这玩意儿，本来可以做到实时对吧？很简单的就能公布的。他搞复杂了，你就做这个事情的人，你就得招很多，那编制不又增加了吗？这是第一个啊，这是我的观点。第二个啊，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美西方它的官民比，但是这不一定准确啊，我在网上查的，这个法国是1:12.7，德国是1:13.7，日本是1:28.5，美国是1:12.7，南非是1:31。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口径和咱们这个3个教授说的口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这个对比就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我们只是参考啊。但是最近啊，美国政府不是停摆吗？那么多公务员不上班，好像美国也没乱呢。据说美国的军队是吧，发工资都发不出来，他不是没钱啊，他是没人管，就人家停摆不上班。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不要找借口对吧？这些官啊，多精简一点，社会照样运转。很多事情都是自找的对吧？很多事情就是自己给自己不停的找事干，显得自己很重要。我举个特别小的例子啊，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同事啊，非常有意思。我也就是不理解啊，就每次一看到他就在收拾桌子，把那文件夹呀，把那个图钉啊，对吧？订书机啊，那个小别针啊，搞得一桌子都是，然后他在那慢慢收拾，反正显得很忙。我看每天都搞一回。后来我才发现啊，他恐怕就是要显示他这个岗位很重要，显得很忙，要不然的话坐在那发呆，那最后这岗位就不需要了，对吧？不需要这么一个人，他每天都要显得自己忙忙碌碌。
实际上我们这个很多岗位设置都是这样的，因人设事，对吧？就是你看《西游记》里面，唐僧去西天取经，各方势力还想办法往里面安插几个人，实在插不进去了，那我插一匹马进去，对吧？给你当专车，这不又多个编制吗？那取经成功以后，这些都要安置啊，都要吃大头的饭啊，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这个你看啊，专家就说了，哎呀，不能一刀切，什么不能一刀切啊？这些官本身就是问题，对吧？由于他多这么一个岗位，多这么岗位多出很多事出来，对吧？就是官民比这么高，养了这么多人，政府很多事情还是外包的。第三个啊，也凸显在我们就是经济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这个叫人工智能 AI， 对吧？在发展到咱们叫科技兴国这个大背景下，咱们这个行政效率低下。我就举一个例子，上半年甘肃兰州，不是甘肃就是天水是吧？幼儿园用涂料给小孩做典型的那个事，也就是铅中毒，就这么个事情。本来你派个工作组一查，几天就得出结论。这个事情是不是其实不复杂，比较简单，一下就解决了？但是啊，他反反复复搞了1个多月，先是地方搞个工作组，得出个结论，大家不认可，然后市里再搞个工作组，又查一遍，又不认可，这个省里对吧？提级督办搞1个多月，就这么一个事情。你想想，炒现饭炒了多少回？本来就一次就能解决的，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的，但是他反反复复这么整，这是不是就是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工作量呢？就是前面想掩盖真相。我这只举这么一个例子，其实大家就发现了，为什么事情这么多呢？就是因为他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并没想着直接就解决去，对吧？直接找出原因，直接给出真相。他是首先想着怎么掩盖，那也就是咱们说的啊，你撒1个谎，你要靠10个谎来圆它，10个谎后面还有100个谎去圆它，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实际上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公务员，对吧？很多当官的，很多这个辅警，对吧？在编或者不在编的，他们也冤，他觉得累啊。他们认为我拿这点钱，你知道我多累吗？每天，对吧？他那个累是怎么累的呢？因为他们大量的事情做的都是无效的，甚至是反作用，对吧？这就是美的人家政府停摆照样运转的一个原因啊。先一刀切，砍掉1/3，不仅不会乱，这个社会效率、运行效率恐怕还要更高，因为阻碍少了，捣乱的人少了。这些年啊，很多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啊，这个办事效率稍微好一点了啊，因为很多人监督啊，对吧？现在有这个自媒体，对吧？动不动拿手机拍，所以稍微好点啊。我记得过去啊，大家所诟病的啊，媒体也报道的，就是你去窗口办事啊，明明一次能告诉你明白的，他根本不会一次告诉你。你把材料交过去，他说，哎，你烧个这个回去吧。好，你拿着回去了。等你把那个找齐了，给他看一眼，你还烧个啥回去？这样好，你就按照那个规章制度，你把找齐了给他，他还能从里挑个毛病出来。哎，这不行，就你也不跑个10趟8趟的，你根本就搞不定。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办事这儿。这个时候他们到底是为你服务，还是在为你设置障碍？我这又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事情导致的啊，他们显得越来越忙，你呢也越来越累。最后我想说的是啊，这个文章本来在网上一发表，因为它比较专业，所以看的人少。后来被第一财经啊10月17号他一报道，这个在网上就刷屏了，一刷屏，反正吓得啊，反正这个文章在网上找不到了，你能找到的就是一些截图。其实这文章也没说啥，恐怕也是害怕啊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最后大家对这个官民比啊对这个供养人员太多，对吧？有意见。这最后我想说的是啊，由于咱们现在这个以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土地财政呢，现在是搞不下去了，对吧？那个每年卖地收入是逐年下降，可以说是呈现断崖式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对吧？这个财政供养人员就显得越来越多，明年后年越往后它越是个问题，对吧？再加上文章所说嘛，因为老龄化，对吧？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离退休的干部他活得又长，他拿的钱又越多，而且对吧？他们退休金还高，所以这个包袱是越来越沉重啊！你总得解决，对吧？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那这一块就像个癌细胞一样，对吧？它在不停的增生繁殖，它在侵吞你的正常的细胞机体，你要装作看不见，你总得做手术把它切掉，或者是怎么样去控制它。
否则的话，对吧？你装着看不见，你不让说，明年后年就会越来越严重。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